再来看中华鹿港的台湾玻璃公司，早起有上百个人的抗议哦。有员工的家属是指控讲，伊的亲人伫公司做20多天，后来因为癌症过身哦，因认为讲是工作环境造成职业灾害。公司是表示讲，针对职灾的认定，会交由职安中心来处理。初时有上百人来到中华鹿港的台湾玻璃公司外口举布条抗议，这个公司害员工过劳，搁致癌过身，但是公司对这件代志相当结果高。因为玻璃纤维会致癌，这大家知影。肺癌末期，讲伊咧国急救的时阵，公司还搁倒来叫伊回电话，啊，就啊，在急救的中间，那个讨论请假、扣钱。这样的一个不安全的工作环境，其实会对那个所谓的其他的员工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损害的情况了。那这个损害会继续发生了。家属表示，死者伫咧这间公司待24天，拢爱轮3班，休困时间无固定，才会过劳。搁再加上伫咧无好的环境当中做工课，才会致癌。伫8月2过身，家属着质疑公司干那顾趁钱，拢无咧照顾员工的权益。也那台湾玻璃公司是出面表示讲，对这件代志爱搁进一步了解。那可能我们还要再做所谓的了解，好，因为这个之前完全确实都没有听过有去提所谓这些的一些问题，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当中？那我们会去检视，那检视完之后，那如果是因为超时，那这个是劳基法的问题啊，因为超时是不是导致他的诱发这样的疾病？那个是国安中心他们会去做职业病的职灾认定。中华关劳工处表示，这位员工虽然也无到退休的年纪，但是业者已经用比劳基法较好的条件，互家属抚恤金。不过家属若是认定讲这有职业灾害记录，会当依照庭事申请去厘清是毋是有过劳的事实，再个交由职安中心去认定讲是毋是有因果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